若过来这件，敢会当讲是农历7月怪谈呢？台南新市的永安宫，自从建庙以来，伫农历6月底无咧收兵，所以农历的7月嘛无咧关庙门的仪式。也毋过普渡的时阵会来关中门。讲旧年因为无关中门，结果普渡法会开始的时阵，竟然就跳电了。 即嘛是农历7月，一般的庙司拢会关庙门，以及暂停改运甲门市的服务。不过新市永安宫的总干事叶建池讲，永安宫自从建庙以来，伫农历6月底无收兵，所以讲伫7月嘛无伫关庙门的。因为咱主以往就是无6月无收兵，所以咱这7月时啊，咱的庙门无关。但是咱伫7月初也好，迄个炉主的普渡，哦，还是讲7月20，农历7月20，这个中元普渡，甚至7月底这个囡仔铺。 咱伫这个拜拜当中，咱是将庙门哦中大门咱甲关起来安尼。讲伫普渡时才会关中门，不过伫去年因为无关中门，伫法会要开始祭拜时煞跳电。就是这个信用，咱讲不要迷信，但是也不能不信。即马防疫降为2级，永安宫为了要互信众入庙会使有一个安心祭拜场所，所以讲入庙进前嘛拢爱挂喙暗甲实连接，同时还佫量体温甲用酒精消毒，并且伫涂骹拢有做记号，确保讲人甲人袂徛伤远。